好，来继续来到高雄瑞丰夜市，因为疫情的影响，都咧无生意啊。结果各方列为海军确诊官兵去过热点，这下真正去了咯。业绩村一城摊贩再袂调咯。就算已经配合着防疫，磅体温、消毒、挂喙安，也是无人敢来。加上有真侪摊贩无参加工会劳保，领袂着政府的纾困金，无收入，佮无补助，实在是有够艰难。摊商大家只好联署来申请，希望政府会当斗相共，嘛要甲消费者讲，瑞丰夜市真安全。生意很超好，是支撑不下去，差不多拢食土啊啦。摊商表示讲，生意真歹，叫要食土啊，真正是真无奈。这是高雄瑞丰夜市啊，营业时间冷冷清清，甲以前的景象闹热滚滚，真是差真多。即款情况对疫情爆发以来持续到即嘛，除了生意歹，真侪摊商无加入工会劳保，无都领到政府的纾困金，无收入，佮无补助，有的人是退袂落去啊，过去直接我爱白打。人潮比较没有那么多，今天的收入跟可能比较没办法持平，还是希望大家要有信心。瑞丰夜市很安全。前阵子也封场消毒过，摊商都有戴口罩勤消毒。为着让消费者安心，夜市已经有专门消毒防疫措施，嘛拢有做我到，但是消费者也是唔敢来，而且摊商拢根本做袂落去。大家发起联署，希望政府会当甲因斗相共，嘛要让消费者知影讲，只要大家有挂好喙安，保持距离，加上这是户外空间，夜市也是一个好所在，嘛会当踅甲真欢喜，佮保持健康。